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用80万买灵骨塔，竟然会当用1100万卖掉，敢真正有遮尔好康咧？台中一个自称是灵骨塔中介的诈骗犯，就是安尼甲被害人洗脑，先互骗走56万的手续费，搁差一点啊，要甲768万的定存甲改掉，摕互对方。是警方发现无对当，将计就计，用假钱因诈骗犯来现身。 才当场抓到人。也是卖塔位，卖塔卖罐都有。两嫌犯摕假168万的现金要离开，卖好远景随掠人。因为我们靠行的，有什么就出什么。跨行公司有什么证明吗？没有什么证明。嫌犯自称是外行的礼仪公司业务，不过无多提出证据。被害负责人进前用80万买12个出名公司的灵骨塔投资，一直呢卖袂出去。嫌犯骗讲会使代替卖保证，会使赚1100万，骗手续费56万。加码一款60个小时左右，他是有点小难过，但是就是以后自己小心点。 被害人到邮局要解除定存，警方发觉唔对，将计就计，用假钱因诈骗犯现身。有要求我们那个邮局的行员帮我们处理一下这个封条的部分，信以为真，那个是真钞，所以有交易过手之后，我们再表明身份。嫌犯使进口车营造身份，不过买空卖空，被害人拢无摕到钱，佫被骗56万。加在投资网及时精神保住第二笔。 168万的辛苦钱，警方要你追查，确定讲敢有其他的被害人。